第14届 Box 风云榜今26日晚在小巨蛋举行，除了华语歌手登场，还有日本女团乃木坂46大秀可爱偶像魅力，更有人气韩团 Super Junior 帅气登台，一连唱跳3首歌，气氛超嗨。由线上音乐串流公司 Box 主办的 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今年迈入第14届，今晚在台北小巨蛋热闹登场，演出卡司中最受瞩目的就属 Super Junior， 他们以主打歌 Lo Siento 拿下 Box 2018韩语年度单曲累积榜冠军，继去年4月公蛋开唱后，相隔不到10个月再访台会粉丝。出道14年的 Super Junior 今晚带来3首夯曲，包含 Black Suit、美人啊 Bonamana 以及经典快歌 Sorry Sorry， 瞬间掀起全场高潮，尖叫声不断。Super Junior 演出前在后台新闻中心受访说，很开心托台湾粉丝的福，有机会再度站上小巨蛋。团员立旭提到，台湾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包括芒果冰、凤梨酥。另一名团员利特说，每次来台都会喝珍珠奶茶，还打趣说好像每次珍珠的大小都不太一样，笑说每次喝都有点困惑。对于 Super Junior 后续工作计划，利特表示，今年待其他成员退伍回归后，预计下半年将推出新专辑，也考虑来台再举办演唱会，很期待再跟台湾粉丝见面。另一方面，乃木坂46今晚以 Box 表演嘉宾身份登台，同时为隔天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暖身。此次一共有20名团员登上风云榜舞台，一连演唱以自我为中心和同步巧合2首作品，展现青春无敌的舞蹈和歌声。乃木坂46在后台受访表示，这次访台很开心，有吃到小笼包，也希望27日开唱前有空档可以到外面玩。至于公蛋表演桥段，团员说会努力让喜欢乃木坂46的粉丝能够更加认识，也更喜欢他们。中央社